好来，乡亲啊，讲这个美国的总统川普最近这阵啊，真爱耍角色扮演。顶一届是甲家己变做教宗，这届是甲家己变做万界英雄超人，引发着网友热烈的讨论。Hey buddy, eyes up here. 新版的超人电影，全世界头一礼拜票房超过2亿美金，差不多是59亿台票。不过超人刷起卡到政治关系。美国白宫进前伫 X 平台打出一张超人的图，想看一个真面是美国总统川普。文章阁写讲，希望会代表真理、正义、美国精神以及超人川普。Next day, I felt like Superman. I got up, I said, "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?" Whoa! I felt like Superman. 川普头一日的时讲，感觉真成超人，这摆归去直接变超人，伫社群的网络引起话题。有网友对着白宫以官方的笑话打出这张图，唔敢相信民主党的众议员贾西亚是靠写川普，其实是超人阿切内底有钱的大反派雷克斯路瑟。另外，也有网友伫笑讲，已经过身的性犯罪好野人爱普斯坦的档案，这是川普的吸青照，就是超人的弱点。In effect, you illegally entered a country. This is how you're gonna be? I'm not the one being interviewed, Superman. 而且内底身为外星人的超人，进前才和这个新版电影导演詹姆斯·冈恩定义做移民，和这个川普的支持者真生气。虽然川普以反非法的移民出名，不过伊本人真明显无要插导演安怎讲，共款合成做超人图。川普伫今年5月嘛捌发布一张将本身变做教宗的图，引起争议。啊，即摆伊透过合成图做角色扮演的代志，又过加一件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